心想事成第27條法則，感謝心中的願望被實現。如果祈念中有感謝之心，油然而生，你嘅祈願一定會如願以償。如果能喺心中想象自己最大嘅願望，並且感覺到佢已經被實現，咁呢一個願望遲早都會被實現。呢個係潛意識嘅基本法則。不過，當你真正達成願望，你心入邊又會有咩感覺呢？相信你會覺得真係好啊，我衷心感激。所以我希望你喺腦海中入邊生動咁描繪自己嘅願望，並相信佢一定會實現，甚至將佢當成已經實現咗嚟表達你嘅感激之心。然後你就可以暫時將呢件事情拋諸腦後。結果到最後你會突然發現自己嘅願望已經達成啦。下面係一位美國女子嘅故事，佢大學畢業後獲得一個秘書嘅職位，但係佢一直都揾唔到適合嘅結婚對象，而不知不覺到了老小姐嘅年齡。有一次偶然嘅機會，佢得知摩菲理論，認為好有道理，所以便按照呢個道理來實行。睇下佢嘅願望係同一位溫柔體貼嘅男性結婚，然後雙雙到歐洲去度蜜月。於是佢就想象自己已經實現呢件事情嘅情景，同時佢都想象自己正寫信向呢位介紹摩菲理論嘅朋友道謝嘅情景。喺佢心中鮮活咁描繪住幸福嘅情景，剎那間有夢想已經被實現嘅感覺。同時佢心中對嗰位介紹摩菲理論俾佢嘅朋友油然生出一種感謝之情，而忍唔住想寫信向佢道謝。我哋喺心中想象願望實現並產生感謝之念時，就代表自己嘅願望已經交俾潛意識去做啦。冇幾耐之後，呢個女秘書就同一位條件唔錯嘅律師結婚，並且從巴黎嘅旅館中寫信向嗰位朋友道謝。圓夢小語，我欣賞、感激自己的一切，以及我所擁有的每一件事物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